文議員啊，文議員有咩要問呢？喂，好陳得喎，搞錯啊！喂，個日期印錯嘅，講咗幾多次啊？講幾多次？127啊，唔係721啊，大佬！點咁噶嘛呢啲嘢，大佬真係。唉，總之你同我快啲搞掂佢啊！喂，收唔晒收啦，我食先，唞下先啦。唔緊要，我哋搞唔好政治，淨係搞民生。OK，我哋實撐你㗎，我表一定同你我記得投我5號，方力申。鎮長選舉今日正式開鑼，候選人於各區票站附近加緊宣傳，把握最後機會。市面投票氣氛熱烈，為搶先投票，更加有人通宵排隊，重現動漫節經典一幕。呢啲咁嘅選舉，年年都俾啲公公婆婆玩晒㗎啦！我覺得我哋後生呢一代唔能夠再屈服喺呢啲反智嘅行為底下咯。投票於上午10時正式開始，票站門外早已出現人龍。當中有唔少都係年青人，希望投選心水鎮長一票，一盡公民責任。馬上逐一為大家介紹咁多位候選鎮長。首先係2號候選人約翰威尼積遜，3號候選人民建聯，4號候選人金銀峰，最後係5號候選人方靈山。辯論環節正式開始，大家可以互相質詢啦。喂，整杯可樂啦。大家可以互相質詢啦。我覺得要大家一齊改變議會風氣。好。先生，想問你去邊啊？去投票。點解嘅？喂，因為這是我們的責任。適逢投票日，亦有唔少市民於投票後自發遊行表達訴求，希望令更加多人感受到投票對社會嘅益處。27投票得，爹哋媽咪都投得。127投票得，爹哋媽咪都投得。隊伍經過各區票站嘅時候，有唔少未投票嘅隊伍人士紛紛搶入票站，希望。4通行計劃大升級，現行自動繳費晶片將加入新功能。車輛經過收費站後，手機將響起提示，顯示完成自動投票。齊投票，為下一代共創美麗南深圳。鎮長選舉於晚上11時59分正式結束，各區票站人員將選票陸續運到點票中心，並由其中一位候選人監察下完成點票程序，預計將於10分鐘內完成並公佈結果。各位市民，你哋好，而家係票站外嘅現場直播。民建全先生呢啱啱喺票站走咗出嚟，相信呢已經完成咗呢個點票程序啦。而另一位候選人方靈山都已經到達咗現場，並且等候宣佈結果。我哋有啱啱收到最新結果啦。第69屆南深圳鎮長嘅當選人係。所謂時來運到，劫數難逃，成敗呢一刻對你嚟講，經已唔重要啦。乜成敗唔重要，咁有咩重要啊？所謂天機不可泄露，我只可以同你講，單憑你一己之力，經已改變不能，你明嗎？唉，唔知有乜。請埋啲咁嘅算命師傅，好彩，選舉費包埋啫，真係有幾皮嘅，真係唔嘥使錢。命嚟嘅，所謂方太教主送，整定。鎮長嘅當選人係3號民建全先生啊！哇，今次嘅投票率呢係歷屆最高嘅101%，破開埠以嚟嘅紀錄。而民先生呢更加係收到。穿梭深小的軌跡，浪漫就要即興。It's the end of the world, no matter what it takes.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, ain't gonna hesitate.
hesitate，just play， 記錄相愛於浮城。當此刻已證實全城找降溫，高度戒備順與嚴峻氣氛，將一切變真誠。所謂時來運到，劫數難逃。成敗呢一刻對你嚟講，經已唔重要啦。成敗唔重要，咩重要咧？世事無常，是福是禍，其實一早經已有定數。有啲嘢單憑你一己之力，經已改變不能。你明嗎？我諗我明。Maybe that's the right time， 但世界有個限期，轉數甚少的軌跡，浪漫就要即興。It's the end of the world, no matter what it takes.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, ain't gotta hesitate, just play。記錄相